各位，上一次我哋講到啊，陳炯明上任主理廣東之後，粵軍軍費開支、廣州軍政府嘅開支，仲有廣東省公署嘅開支，哇，嗰條數認真大。咁陳炯明要點樣解決呢？佢就規定啦，籌餉同賦稅一律歸省財政廳嚟處理。咁當時嘅省財政廳長呢，就係國民黨嘅廖仲愷。陳炯明規定啊，軍方唔可以插手嘅。佢呢個規定呢，就堵塞咗軍方節流嘅漏洞啦。廖仲愷由1921年1月起，統一咗省嘅財政，整頓各項賦稅，預計每月收入係210萬，比起民國8年、9年嘅財政年度呢，就增加咗1倍。咁亦即係莫榮新主理嘅時期啦。3月，省財政廳公佈本年度嘅預算收入呢，就係3150萬，比起上年決算呢就增加咗143萬，其中呢就少收咗賭捐1140萬，而且喺呢一年開始啊，陳炯明仲全省禁煙，連煙響都取消埋。煙響、賭響係廣東歷屆政府財政收入嘅一大部分嚟嘅。剔除咗煙賭響之外，稅收反而增加咗，咁都可以算係奇蹟啦。咁樣啊，最少可以證明呢一個時期嘅廣東軍政當局係比較廉潔同慳家嘅。陳炯明同廖仲愷呢兩個軍政財政嘅要員呢，可以話係其中嘅表率啦。陳炯明就話絕對不謀私利，佢落邊真係有貪官嘅話，亦都唔敢亂嚟啦。調翻轉頭，可想而知啊，過去嘅軍界政界係有幾咁貪腐啦。本來屬於政府嘅稅收，有幾多係佢哋自己袋咗呢？唉，真係計唔掂啊呢條數。不過啊，廣東嘅財政收入加咗，仲係都入不敷出嘅。廣州就喺1921年2月成立咗市政廳，亦即係我哋而家概念入邊嘅市政府啦。廣州就正式建市，市區嘅範圍就擴大啦，要拆城牆啊、鋪馬路啊，市政嘅工程開支好緊要。另外，孫中山大力擴軍，準備北伐，軍費係激增。廣東政府冇計啊，點算呢？叫啲商家同埋百姓交多少少稅咯，同外國銀行又借啲咯。孫中山就走去揾啲海外華僑募捐咯，咁先可以暫時解決到啫。嗱，呢一個時期，霍之庭呢就喺省港澳三地走嚟走去，點解呢？因為佢個銀號啊開張啦嘛。但係啊，賺嘅錢呢，同佢以前開賭啊差得遠啦。佢個心呢，亦都好掛住以前開賭嗰啲日子。當時廣東嘅賭商同霍之庭呢，都係咁諗嘅，一個二個呢都喺度等，喺度望，甚至啊希望孫中山可以開賭禁嘅。1922年嘅春天，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喺廣州組織北伐。呢個時間，廣東啊集結咗大批嘅軍隊。廣東當局軍費開支壓力好大，好多部隊都唔夠錢使，搞到軍餉啦、軍械啦、軍糧啦，樣樣都唔夠。好多將領啊，甚至陳炯明嘅手下都有人主張要開賭禁，希望吊頸都可以唞下氣，籌到多少錢俾軍隊嚟用。陳炯明呢態度好堅決，佢講到明嘅，邊個再講開賭嘅，按軍法論處。其實啊，孫中山一直都冇過問廣東開賭同埋禁賭嘅事，佢畢生嘅精力就係致力建立於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呢個就係佢畢生追求嘅社稷大任。孫中山為咗北伐軍餉頭痛嘅時候呢，好多軍官同政客就向呢位大總統提議，不如開禁，開一陣咁多啦，北伐成功再禁翻好唔好？又冇堅決反對，亦都冇話贊成啊。嗱，佢呢個模棱兩可嘅態度，就搞到廣東嘅軍政界呢，就開始出現開禁嘅呼聲啦。呢個時候嘅霍之庭呢，就喺廣州，佢認為呢時機已到啦，就開始派佢嘅心腹進行幕後嘅活動。3月份某一日，孫中山啊準備出席廣州商團暨商會嘅一個酒會，到時候呢，孫中山就準備發表演講，鼓勵商團服從軍政府，
激勵商人呢向北伐捐款支持革命嘅。各位，商團啊係買辦資產階級嘅商人武裝，相當於一個軍嘅兵力咁上下嘅。不過今次嘅酒會居然就俾師爺陳文虎操縱，由霍之庭暗中出資喺以前東提大新公司嘅酒樓嗰度搞。咁陳文虎鼓動之下，好多轉咗行嘅賭商呢就向商會表示願意捐款支持孫中山北伐革命。嗱，嚟商團酒會嘅商界代表呢，超過一半都係啲舊嘅賭商，而有份嚟嘅軍界政界代表呢，亦都有好多人贊成開賭嘅。陳文虎呢就揀啱時間就挑起咗呢個話題，已經金盆洗手嗰啲賭商呢，就開始向孫中山講，但我哋都好願意捐錢，不過始終都有限啦。又話連禁賭最嚴厲嘅香港都允許搞彩票賭博咯，不如招商承辦先呢，到時軍餉咪夠啦咁。嗱，酒會就如期舉行。嗱，有個人叫做劉濟熙，佢啊曾經喺五邑搞過山票嘅。嗱，五邑咧，相信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江門地區。而家劉濟熙就開籌斷莊嘅，陳文虎咧就俾個眼色佢，佢就開始揾嘢嚟講啦。又話以前東提山票啊、鋪票啊、翻攤啊幾熱鬧啊，又話每年交幾多錢俾省財政啊咁，好大貢獻。咁孫中山呢就聽得好認真喎，咁有幾個贊成開賭嘅軍官呢就喺一邊呢就係咁旁敲側擊啦。但呢個時候啊，有一個唔知係乜嘢人嘅嘉賓呢，就點咗一個10零歲嘅細路出去企到中間，當場就背咗一個卜卜齋老師教嘅戒賭文。戒賭文入邊有幾句呢，就係話：前清猶可及子者，貴係竟然其死灰；民國所並未經見者，貴係竟今為作俑。孫中山聽完之後呢，哇個心頭一震，跟住第一個鼓掌，跟住周圍啲人又跟住拍手掌啦。有啲本來贊成開賭嘅軍官呢，就喺度感嘆賭博嘅禍害，啲細路都仲記得。我哋啲大人點解冇覺悟呢？嗱，呢件事啊喺當時嘅影響好大。事後啊，孫中山就話北伐就雖然好緊要，但係軍餉再少，亦都唔可以向賭博嗰邊埋手嘅。陳炯明亦都重新禁賭令，而且仲話只要佢一日喺廣東，一日都唔會開禁嘅。嗱，呢個酒會啊，霍之庭就用咗好多心機嘅。希望可以咧借此嚟開禁，但係當時有傳聞就係話咩呢？陳炯明佢收到風，唯有賭商喺背後操縱呢個酒會，所以先揾個細路喺嗰度背誦戒賭文嘅。霍之庭聽到消息之後呢，嬲到陳炯明死啦，但係又冇計喎。陳炯明係孫中山嘅心腹外將，孫中山勢力越嚟越大，統一中國呢係遲早嘅事嘅啫。只要陳炯明企硬嘅話，廣東就係陳炯明嘅獨立王國。霍之庭呢就好失望，死狗咁啊走咗去香港啦。但係點知道陳炯明啊，居然背叛孫中山，佢姓陳嘅廣東江山點解會咁快覆沒呢？密切注視當時時局發展嘅霍之庭點都估唔到，佢手下熟知政治形勢嘅師爺吳願卿估唔到。中國同廣東嘅軍界政界亦都估唔到，就算連孫中山本人都估唔到咁快發生。陳炯明叛變革命並唔係一時嘅衝動。1921年8月，陳炯明指揮粵軍將陸榮廷嘅桂系逐出廣西，統一咗兩廣地區。但係陳炯明自此軍功顯赫，將孫中山冇到啊，曾經多次唔服從孫中山嘅北伐調遣。而且仲殺咗對孫中山好忠心，亦都係佢曾經嘅拍檔，時任粵軍參謀長鄧亨。1922年4月，陳炯明勾結直系軍閥，辭去粵軍總司令。喺孫中山嘅挽留之下，佢就保留軍政府陸軍部長嘅職務。5月份，孫中山呢親自去韶關督師，發布北伐總進攻命令。粵軍嘅許崇智、李福林、梁鴻楷、黃大煒等一班人呢，就喺北伐前線作戰，但係陳炯明嘅嫡系按兵不動，而且佢仲指揮自己嘅親信葉舉，
由廣東西部帶兵進入廣州。孫中山唯有命令胡漢民留守韶關大本營，自己翻廣州，準備說服陳炯明出兵北伐。同時佢亦都打算公告天下，話陳炯明破壞北伐，希望勸佢離開，自己留喺廣州嘅。6月16號嘅凌晨，陳炯明發動兵變，全面攻佔廣州嘅所有要害機關，控制市內嘅重要出入口。陳炯明指揮4000幾人圍攻總統府，下令炮轟孫中山居住嘅越秀樓。孫中山喺警衛隊嘅保護之下，走咗上去珠江嘅楚嶼南，號召國軍平定叛亂。後來佢又轉咗去永豐南，亦即係大家所知嘅中山南，喺江面同叛軍對峙咗50幾日。蔣介石就喺呢一個時候由上海趕到去孫中山嘅身邊，咁樣亦都成為蔣介石日後發跡嘅資本。8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去上海，佢所領導嘅第二次護法戰爭宣告失敗。不過有直系軍閥支援嘅陳炯明呢，亦都未得逞。喺滇桂粵組成嘅土陳聯軍夾擊之下，1923年元月，佢帶住剩低嗰啲殘兵敗將由廣州退到惠州，盤踞喺廣東東部一帶。期間曾經多次想攻入廣州，對廣州城造成好大威脅嘅。去到1925年底先至徹底潰敗。陳炯明雖然最後眾叛親離，但係以事論事，佢依然係民國時期廣東軍政首長撳倒最堅決、成效最大嗰個嚟嘅。我哋同時亦都見到陳炯明治理廣東期間撳倒嘅成功，係建立喺嚴厲軍法嘅基礎之上，並唔係因為社會風氣有好轉。所以陳炯明離開咗廣州之後，禁賭期間壓抑咗好耐嗰啲能量終於都爆發啦！軍民齊齊開賭，各種賭款叭叭聲走出嚟，廣州一時之間就成為真正嘅賭博王國。呢個時候嘅霍之庭，佢收到消息即刻就喺香港搭快船走翻嚟啦。呢個時候，滇桂土陳聯軍已經攻克咗佛山。佢哋向叛軍司令陳炯明落咗最後通牒，要佢限時撤離廣州。如果唔係就會炮轟叛軍兵營同埋陳炯明嘅將軍府。霍之庭手下嘅師爺親信幾乎全部都走晒去霍家大宅。佢哋同阿十叔稟報咗桂滇軍喺佛山開賭嗰啲盛況，同埋將佢哋聽到桂滇軍喺粵西開賭嗰啲情況一一就講出嚟。霍之庭就預測啦，只要陳炯明一離開廣州，廣州大大細細嘅賭商就會先斬後奏，唔需要軍方或者政府嘅准許噶啦。果然陳炯明帶住啲守城部隊啱啱走，廣州嗰啲大大細細賭館就即刻開翻檔啦。呢個時候，霍之庭就搶先租低咗10幾間商鋪做賭場，輕輕冚冚就開始賭啦。而另外一啲諗住睇定啲先嘅賭商，佢哋係手腳慢啦。嗰啲商鋪嘅業主一聽到話要開賭館就即刻開天殺價，嗰啲租金升到天花板咁高。喺聯軍入城之後大細嘅賭商就更加忙啦。霍之庭佢不惜抽起咗部分賭館嘅荷官，再揾埋一班無業嘅男人同埋一啲風塵女子，由親信帶領，馬不停蹄去到全城各街各巷走去勞軍。呢啲就係霍之庭佢醒目嘅地方。佢知道啲軍官絕對唔用嗰啲賭商擅自開賭嘅，而且你一啲表示都冇，我實第一個喐你啦。但係同時，廣州各界亦都組織咗一啲勞軍團、慰問團。咁佢哋帶啲咩去呢？都係嗰啲感激孫中山平叛二師嗰啲頌章頌詞同埋錦旗花籃呢啲咁嘅紀念品。霍之庭嘅勞軍團就唔同啦，佢帶咩糕點、汽水、紅燒肉，最緊要仲有係靚女添。雖然話受軍紀約束，啲官兵就唔會同啲靚女有啲咩過分接觸嘅，但係咯，啲靚女喺隔離講嘢，陰聲細氣，望住你又含情脈脈，對住你笑又舌拍勾魂，
呢班鹹濕仔一個二個笑到見牙唔見眼，周身都喐啊！霍之庭招募呢班女人呢，本來就係出自啲二三流嘅妓仔，甚至乎係企街嗰啲野雞，膽又特別大，服務又特別殷勤。一嚟係伸隻手出嚟白白滑滑咁拉住啲官兵啊講嘢，一係就攞條毛巾香噴噴嘅，同佢哋潑嚟潑去，幫佢哋抹下面啊，抹下膊頭。再唔係呢，仲啲軟綿綿嗰啲小曲，哇！嗰啲咁嘅軍官兵仔啊，真係魂魄都唔齊啦。但係後來呢一班所謂嘅義師，居然係清一色嘅癲軍。開頭啊，霍之庭都仲未明白係咩回事嘅。嗱，原來啊，當初陳炯明叛變嘅時候呢，孫中山就被逼前去上海啊，佢就命令許崇智、黃大煒、李福林一班呢，由東路返廣東去討伐陳炯明。同時亦都聯繫咗楊希閔、朱培德嘅滇軍、劉震寰、沈鴻英嘅桂軍，由西邊去討伐陳炯明嘅。楊希閔係雲南大軍閥唐繼堯嘅下屬，唐繼堯啊曾經通電聲討過莫榮新。劉震寰呢以前係陸榮廷嘅部下，1年前就宣布獨立，同陸榮廷係脫離關係，而且配合粵軍平定廣西，所以楊希閔同劉震寰都係孫中山信得過嘅部隊嚟嘅。咁喺咁危急嘅時候啊，孫中山自然就諗到呢兩支新嘅人馬啦。佢任命楊希閔做討陳滇軍總司令，劉震寰就係桂軍總司令，許崇智做粵軍總司令。嗱，由於陳炯明叛變啊，終於孫中山嘅粵軍呢實力就大大減少。原籍就係廣東嘅陳炯明，佢打算喺佢鄉下附近作為一個根據地。佢向東部調遣兵力，咁啱就同討伐佢嘅粵軍喺廣東東部潮汕嗰邊相遇，咁樣呢，粵西就空虛啦，所以桂滇軍啊就率先打入咗省城。1923年1月4號，楊希閔嘅滇軍同劉震寰嘅桂軍喺梧州集結，組成咗滇桂聯軍，用當時好驚人嘅速度啊，直接殺入廣東。桂滇軍勢如破竹，一路攻克城鎮，16號啊就佔領咗廣州啦。陳炯明就帶住啲守城部隊向惠州嗰邊走。點解霍之庭佢哋慰勞嘅淨係得滇軍而冇桂軍呢？原來啊，滇桂軍喺攻城前就約定，趕咗陳炯明佢哋出去之後，楊希閔呢就帶滇軍由西門、南門入城，劉震寰就由北門、東門入城。因為陳炯明佢哋啊由東北方向走，滇軍就率先攻城。廣州城內外比較繁華嘅街區啊，全部都俾滇軍佔領晒。桂軍呢就遲咗一步啦，淨係佔領咗東山、歐莊、小北嗰一邊嘅地區。咁呢片地區啊，而家梗係寸土尺金天價咁滯啦，但係當時就好荒蕪嘅，尤其係歐莊、小北一帶，去到80年代開始先至叫做開發。呢一邊呢就不嬲都唔係霍之庭嘅地盤嚟嘅，佢原先搞三鋪票嘅時候呢，都係喺呢一邊搞過幾個代售點嘅啫。但係無論滇軍同桂軍都好，都唔係人咁品噶嘛，一個二個啊講嘢係沙塵白貨，個個都話孫總統派嚟嘅義師親兵，又話自己嗰啲火頭軍好辛苦，而家革命成功，唔使再喺野外煮飯啦，要酒樓飯店煮飯俾我哋食。而且要送到入兵營，乜鬼嘢兵營啫？全部都係啲民宅同商鋪嚟啫嘛！呢班咁嘅所謂義師就驅逐咗嗰啲叛軍啦，有乜理由仲同你瞓街啊？佢哋有啲就揾商會要地方，有啲啊直頭自己去搶。最好嘅兵營就肯定係嗰啲有錢人家嘅花園大宅啦，食嘅住嘅揾嗰啲管家嚟搞掂。嗱，由於啲大戶人家可以提供呢啲咁嘅着數呢，本來已經安頓好嗰啲部隊呢，亦都喳喳冧移放，移到人哋啲大戶人家屋企喎。霍之庭嘅花園呢，亦都俾人搞。當時呢，佢喺公司度傾緊嘢嘅，啲下人就走嚟稟報，話屋企入邊呢住咗成個年嘅士兵，嚇到太太小姐都唔敢走出廂房。咁霍之庭就話知道，叫下人翻去同管家講，要好好招呼啊咁。霍之庭佢唔會放過任何一個巴結軍界嘅機會，但係收尾佢一諗，就算要巴結啊，
都唔使用呢啲方式嘅喎。百幾個呢啲兵仔走入嚟我屋企，以後仲有清靜日子嘅。霍之庭手下啲人呢就喺度勞軍㗎，佢就揾咗陳文虎嚟，叫佢走去睇下，派出去勞軍嗰啲人呢，有冇人識得嗰個連長嘅，或者連長嘅上司，只要請到嗰班兵仔出嚟呢，使多少少錢都冇所謂。點知問題好快就解決咗咯喎！